3个参加到奥运的选手，其中射箭、射击甲羽毛球，早起一透早拢回国了。伫这个飞航的半途，机长是透过无人机顶的放送头，感谢到选手的贡献，嘛特别感谢到戴资颖无放弃家己，带伤来拼战，拼到最后一刻，是运动家精神最高的典范。啊，一个入境，戴资颖是满面的笑容，甲大家握手，但是伊并无来接受到联访，是真低调离开机场了。本届奥运中华队的长旗官，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戴资颖小姐。咱的奥运英雄总算等下到台湾，这场飞行机机长都用放送感谢戴资颖的付出。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拼战到最后一刻，充分表现运动家精神的最高典范。谢谢戴小姐一直以来带给我们的荣誉与美好，您永远是我们心目中无可取代的精彩传奇。戴资颖加油！比赛结束，等下到台湾的戴资颖手提花，对民众的欢迎笑笑致意，翕相翕了，都送行李低调离开。虽然无甲其他选手做会接受访问，也毋过球迷也是真热情。资颖，我爱你，加油！做了一个奥运版的羽球的气球，然后还有针织版的那个花束。第二代资颖，我是你的小粉丝，我现在11岁，我很喜欢看你的比赛，因为你总是永不放弃。有这个球后的称号真的很厉害。羽毛球的天后请家掠袂掉，要将球布条啊甲海报替戴资颖加油。巴黎奥运的最后一战，伊强占脚头有严重的伤势上场。虽然最后敢若行到女单的8强，也毋过伊战到最后一球的精神，得到全台湾满满第一甲扑个声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